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加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麻豆的文旦吼。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台南市长呢亲自来驾驶文旦我们的这个载货车要来代表了我们的台南文旦这一次呢正式的来到我们的日本也算是首次。台南市长黄伟哲含着农粮署长吴忠义驶着载满着文旦的搬运车，两个人面上拢是带着欢喜和笑容，因为这文旦拢是要卖到日本去的。这也是咱台南20外冬来再次拍入日本的市场。所以8月28号，市政府农业局特别伫麻豆农会的集会场召开记者会，甲大家讲这个好消息。今天很开心来到麻豆，虽然戴着口罩，还是掩不住我们的笑意跟高兴因为我们中断了20多年的这个文旦销售到日本终于又重新开启。我们真的是费尽了很多的这个努力，然后打开检疫的这个标准然后能够符合日本的检疫标准，能够把这个优质的台湾文旦重新打入日本市场。我们希望说今天的这个专柜是一个开始，也希望说日本的消费者品尝了台湾优质的文旦之后能够这个建立起长期的这个通路能够这个让很多好的台湾文旦能够在日本的各个这个地方都能够见得到、吃得到、用得到。那今天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把产销履历的文旦在历史上第一次卖到日本去，因为历史在给我们的记载过去20几年来，我们可以输出日本，可是我们连一个货柜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在黄市长的领导之下，以及在我们麻豆农会在孙总干事领导之下，我们终于在今年，我们把全世界最优质的产销履历的文旦卖到全世界最难供进去的日本市场。今天要出去的是11公吨到日本去，那以往就是去年的话是4912公吨，那我们今年外销的量，这个是外销的量，4912公吨，前年是3365公吨，所以我们今年我们目标是一定要突破5000公吨。另外，黄伟哲也来赠送了100箱的文旦，予日本的学校师生做营养午餐。要日本的政要，包括赤城县的知事，含着立监市的市长。OK， 好，哇哦，这代表我们也祝福我们这次呢，台南的文旦前进日本。中秋节要到咱知影中秋节到的时阵呢，有一寡应景的食的比如讲文旦啦油啦还有月饼啦这拢是咱应景的这些食物有当时呢，这个中秋节赏月咱大家拢知影月光下安尼一家和乐圆满那么在这当中呢，咱备油开吃吃月饼难得大概有这个全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机会那么在家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啦那么讲到这个文旦，当然咱大家拢知影麻豆的文旦是上界出名麻豆的文旦不但是出名，而且伊的品质嘛上界好那么这几当呢，咱台湾的这个文旦呢，除了讲咱伫岛内家己来销以外嘛渐渐有伫国外来销售比如讲像这个多伦多啦还有中国啦另外伫今年开始咱伫今年开始呢，日本嘛开始在卖咱麻豆的这个文旦啦那么咱麻豆的文旦我想呢，大概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大概拢是想要买麻豆的文旦，但是有当时呢，买到的是不是真正是台南麻豆的这个文旦，又不知道呢因为批顶管也无写啦虽然有当时伊甲你讲是麻豆文旦，但是咱要安怎知影来证实讲咱买到的是真正是台南麻豆的这个文旦。小等下咱邀请今仔日贵宾来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啦那么咱今仔日邀请到这位是咱麻豆农会这总干事孙慈敏总干事，总干事你好。你好，袁姐你好。谢我们漂亮的这个
文旦代言人啊哈。那么今仔日吼讲到这个麻豆的文旦吼，我吼要这部进前咧甲咱的这个总干事有稍微聊一下吼，伊讲伊伫这个农会已经20档啊吼，所以呢对着咱麻豆的这个文旦吼，来讲你嘛很熟啦吼，应该也是跟麻豆人是哦，所以。我在想，不止20档的这个经历啦，哈，就是说你从小也是接触在文旦园长大哦，是哈，所以哈，这个麻豆的文旦吼，虽然我是台南人，咱嘛从细汉哦开始食文旦，然后多多少少，当然不是讲完全都不认识哈，但是要像总干事家人啊，这个知识丰富的，我看是足少的啦哈，所以今天你特别邀请咱总干事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介绍哈。那么是不是大概哈先介绍一下咱这麻豆的文旦哈一个状况，好不好？好，咱进本身咱麻豆吼，作物就很特别，咱规个麻豆差不多种油啊。咱进麻豆包括话建地吼，因油啊介绍好，因建地嘛可以去咧种油啊。大概就是农地跟建地大概有1000公顷都是种文旦，所以产量是真的蛮多的。嘿是，这个麻豆文旦啊吼，讲到这个中秋节的时阵，咱大家拢知影啦吼，好多咱讲的食月饼嘛哈，食这应景的这个食物啦哈，像这文旦多好伫这个时阵哦，这个季节哈，它是它的产季嘛哈，主要讲吼是因为这个产季以外，咱其实伫中秋节这段时间嘛，佫有足侪这个水果啊，是啊吼，咱偏偏吼就是选择这个文旦，毋是选其他的这个水果。是因为吼，咱文旦多离这个咱的节气的差不多离咱国历的9月7号北咯，前后10天才收起。那像因为咱麻豆迄个台南气候拢算热嘛，所以咱差不多进的文旦才从9月才是它好前面1周遐慢，然后多好慢起来，它都要拄到迄中秋节应景，所以而且它又这样一颗圆圆的，就代表团圆嘛，所以当讲油啊。那其实哈，我有伫迄民间的故事听一个故事是安尼讲哦，伊讲吼，就有一个人你中秋节去赶，他刚好有阴阳眼，就引导来一个小鬼，然后他怎么赶都赶他赶不走，然后后来伊就不爱插伊，就开起来又要开一个头下得了，那个小鬼的头就断掉了，就有这个民间故事，然后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有种趋吉避凶的迄个感觉，所以有时候嘿，所以跟干妈讲，我干妈中秋节刚咱就会当来食油啊，你可能就是不好讲啊，然后从小。其实咱麻豆是油啊好食吼，当建立厝卡呢，然后变成采收起多文旦是大家习惯吼，甲油啊叫亲朋好友讲。对。所以变成不好是这么原因，长变成中秋节水果，然后变成应景中秋节的水果听讲吼，以前啊吼，迄个咱台南啦吼，文旦这个所在当然吼，我看去到麻豆，几乎啦吼，莫讲家家户户，但是用大部分以上吼，大家拢是种文旦的。听讲吼，以前啊，有人用这个文旦球来做嫁妆。哦，是哈。这个的话，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个农民啊，他就跟我说，有一次我去他们园区，他说：“总是我跟你讲，就讲以外喜欢婆婆的嫁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搞我婆婆吼嫁3张以外张来，然后他说咱台南人的是拢讲嫁妆一牛车嘛，然后咱若嫁车会折旧嫁一张以外来看，搞近60年啊，迄张以外张因婆婆无滴，以外张个滴，然后那个文旦出来生生不息，而且愈老长愈价大，今年球最大张，果冻是上价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当初迄个麻豆文旦真正是一个做价大的物件，当当做嫁妆来嫁。所以嘛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啊，就是讲吼，婆婆今嘛刚够滴，无滴哦，婆婆你看都不在了哈，也给来嫁妆个滴的，而且哈，这个可能要团下，搁要团落去，搁唔知几10档哦，几百档，所以这个故事哈，嘛去互一寡哈，咱以后的这个子孙哈去怀念哦，讲那个祖先哦，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个温馨的故事。哈古早咱台南人合作咱这个总干事讲的嘛，讲嫁妆一牛车哈，这真正是一牛车啦。对，这个文旦也是采收的时阵，这个文旦也是采收落来哦，规牛车啦。对呀，对呀，真的是太好的哈。那么咱讲到这个文旦啦哈，当然，一般啦哈，伫咱台湾人的这个印象，麻豆文旦最有名嘛。是哦。其实还有其他，比如讲像我知影迄个刀烙嘛有啦吼，花莲的鹤冈嘛有文旦啦吼对着民众来讲，咱当然知影讲哦，麻豆文旦是上介好的。可是啊，咱伫市场顶悬啊，我若甲你讲这条是麻豆文旦，可能总干事你知影这条是毋是会当辨认啊吼？若一般像我这个消费者的话，
这是不是麻豆文旦？我说实在我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分辨呢？对啊。其实你讲也外观要辨认，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难呐、那当然就是咱全国的文旦种真济嘛。那在台南，咱降全国26%，然后咱都要跟我瑞穗降24%，我2家的降好一半以上啊。那就是说，咱的产地的是来自麻豆产地，这个证明我觉得是有需要来做一个区分。因为不像麻豆伊了，咱日照好充足，因为我本身就是日照充足，伊较会甜，较袂酸，较袂苦，较会甜。所以日照充足是咱的优势。那我们也为了就是说要辨识到，就是说咱的以外是产地来自麻豆，我有一个产地团体标章你认明那个标章之后，我各有防伪标章你就是快点的知影讲迄个有张迄张标章，阮箱子外面迄封口会打一个迄个标章，这个标章这就是咱的产地团体标章，那名字，而且阮这拢做防伪，别人无法度放的所以你要看这个标章，证明阮产地来自咱麻豆这个产地，安尼话，然后这个标章嘛，讲产地了会使，我们的班这个要摕这张单的农民伊要经过阮的一寡教育训练的课程的训练，然后阮去到伊的园区。很去园林看，然后测它的文旦糖度，一半起来糖度要10度以上，然后跟阮麻豆的帮完，就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达标啦，要有一个标准啊，你的那个标准门槛过了之后，他才能够拿到这个标章。所以这对的，咱消费者来讲，这对因来讲是一个保障啦。是。但是就是讲。我好像它还有一个 QR code 啊，QR code 也是可以知道它的产地。那个是对，伊迄种是咱进咱来迄个有会当溯源。我们麻豆农会的文旦还就是一个以算迄个产销履历，产销履历伊就是爱用药上有控管、水质什么都有控管，是一个安全的认证。所以我们那的文旦出来是一点双认证，就是产地团体标章加产销履历。要就是证明产地来麻豆，然后也果品各是咱健康的果品，我们是用这样来。所以你若是这用手机，咱基本上用手机嘛QR code 一去照的话，伊的知影讲这个伊的文旦伊是伫什么所在？因为我知道说听说啦我其实之前有朋友跟我讲他说麻豆文旦本来就是一种品种，不过。他跑到鹤冈，是讲跑到那个斗六，底迄个所在种，这一长拢叫做麻豆文旦，所以你若甲你讲我这是麻豆文旦也没有错，对，没错啊。只不过是讲它这个麻豆文旦它的产地在哪里，这个才最重要的。对，是。那么伫咱这个文旦当然咱台湾人食文旦这是为了讲。中秋节过，中秋的时阵一个文化啦那么咱最近这几年嘛已经开始咧推动就是要销到国外去嘛像多伦多啦还是讲中国啦我们本来就有了现在又加到那个日本去，然后我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它是一个蛮严格的国家有时候的要过去，像我们那个芒果要过去，他们的那个审查检疫这个这个标准很高，底这文旦要去到那个日本的时候，是不是门槛也很高？对他们比较特别，就是说它有一个低温的检疫，你就是要文旦他们的搬开差不多2-3天咱小聚了，我们把它回到那个，它要冰在那个1度C 的冷藏面冰了12天。出来了之后才又装箱才出去，他们用低温的那个检疫来处理。那么就是讲一般啦这个文旦啦你讲是老长，甲不是老长其实咱拢是消费者去买的时阵拢是听国农讲嘛。是，但是咱家己敢有法度去辨识？一般的消费者要怎去辨识讲这文旦伊是不是迄个真正老长？其实咱若讲迄新长的文旦树伊的树是最旺的所以伊会长的果，跟伊的花也袂掉做这，所以长的果特别大粒，新长伊特别大粒。那当然说消费者不能我看到伊大粒，我讲伊就是新长，不见得，因为老长嘛会生大粒，因为老长你也讲伊这张花内底，咱碰过是愈大粒愈加大，所以会疏花。咱的油啊袂使，咱油啊如果说这一株树。也当生100粒油啊，那今年因为气候关系，伊剩生50粒花尔话，一条个条50粒花，100颗的变50颗，当然就大粒，营养就大，伊就最大粒。迄老长嘛会生大粒，那种老长的大粒其实不要怕，其实嘛袂歹食。现在比较
就是担忧说，消费者一买到咱心脏爱大粒，心脏爱大粒的。那其实心脏爱大粒吼，跟咱老长相不一样。咱老长的大粒，照像生做像安尼是迄倒三角形。跟倒三角形对平平无，倒三角形，心脏老长的大个，咪是生到这个形状。如果说伊心脏的大果吼，5、6年生10和背高当嘿，伊生来头的泡泡，我们就说他戴冠帽，伊这个头泡泡安尼吼，看起来你就讲迄个形态就怪怪，袂像安尼倒三角，伊头特别大，一个泡泡。有时候好像稍微缩进去再出来。对，叫安尼泡安尼无，我看过无啊。迄个是心脏那个的话我们就不要嘛。是你也讲快点，老长安尼那边就是大个倒三角，其实迄口感品质无歹，其实以纤维质它粗尔，可是伊的品质还是一样不错，酸甜比都会出来。农民人吼种咱的这个文旦哦，照你讲，有的人你像哈拄啊，咱总干事说的，因咧阿嬷的迄个嫁妆，你想看嘛，几十担啊吼，所以咱台南的这个文旦，大家的这个幼农啊吼，因种文旦已经足久的这个经验啦吼，所以大家拢是老师傅啦吼，但是总是也有需要吼，咱这个农会吼去甲因斗相共的所在，通常咱农会去甲这个幼农斗相共，拢是伫个什么种的部分？其实咱应该行销吼，有个为伊歌手。就是打开些开发咱的开始啊，农会这边哈会针对咱的野外的生长期，比如这时阵咧开花，开花咱爱用什么肥料，若伊结小果的时阵，咱爱做什么代志，然后来要帮个会保存的。其实这个农会会给做一系列的教育训练，咱希望讲给教育好的话，伊种出好的品质来。对咱麻豆文旦、麻豆这个油我感觉吼，嘛是一个加分呐。所以在教育上我们会做，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每年3月咱油花会开的时阵，我们可以办柚花季，就是油花会伫园区，咱就是讲，互消费者来咱的麻豆，看咱油花的成长，油花会芳过麻豆，拢油花会开的时阵足芳的。然后咱伫园区内底会当迄个做一寡 DIY 的体验啊，或者是享宴食文旦相关料理，互消费者来到麻豆这园区，看到麻豆油花的水，帮咱到宣传安尼。好，咱的柚花季的时来办这活动，然后包括咱进8月、9月油花采收了后，其实农会甲因做做行销推广的活动，包括来办一个记者会，大家在油花咧收成啊，咧收成啊，然后来甲农民的油花伊卖和卖人来我农会，我改做分级包装，改做各式各样的推广的行销，来甲伊斗做。那还有这几年其实。阮伫即个加工品的部分吼，我嘛做加强的，因为加工品咱甲较规格外的、较皮较歹的草瓜，来甲伊油花皮、油花肉来做加工，花咱嘛来做一个柚花的提炼，甲伊研发各式各样物件。我感觉阮一个重点是讲，无希望讲油花是中秋的礼品呀，咱1年4季。弄会食的油花糕吧，配的油花回芳，就是伊的再制品呐。对啊，所以这个是单产品的延伸。产季的时候，咱食文旦本身，那是在其他的时候啦，我们就可以吃它再制品，是讲用伊的副产品。是啊，我还记得哈，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文旦啊，用迄拿竹编织的迄个拿啊，吼，安尼短短的啦吼。咱即摆经过吼，像咱吼，这个农会啦吼，因为比较啦吼，咱的农民伊无迄个销售的一寡吼概念啦吼，他们只知道说我这个认真种种哦好，但是吼，咱若经过吼这个行销的手法好的话，经过一个好的包装啦吼，那么咱的这个物件就会升级啦。对啊，咱像我好讲的，拿底嘞，搁一个遮水的这个壳啊，给底嘞，那个价值都不一样。他说啊，咱的工作人员伫遮咧摆这物件的时候，伊就讲这是 LV， 吼，那一般啊吼，咱的民众基本上大家拢对 LV 有一个概念，那个就是名牌包嘛吼，用这个 LV 的这个文旦，咱一听了就讲哇，这个就是最顶级的了哈。我刚刚听那个价钱还不便宜呢哈。对，那个总干事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其实哈，我们大概最近几年，因为咱拢是小家庭嘛，咱看在买迄10斤装的。一粒可能爱一箱可能10几粒，那5斤装嘛6、7颗。对我们的小家庭来讲，我干嘛好？有多一点。所以其实我们这1、2年，我们推了就是一个2路的 LV 的2路的礼盒，然后问的是来对2个油啊，然后就是我们买了，还用一个
大的母箱装，人可以买来一万3啊，就会当上3个人客，啊就巧巧，而且我们精心设计过，嘿人客收的价以外，会干嘛好就受重视的感觉，所以我们这几单这个2路的卖得很好，然后这个6路的，因为能够伴手礼啦。对啊，一个能过年总统有来，比如就介意的派，讲叫 LV 礼盒，来去还叫做 LV 礼盒。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6路的这个，它是只有装咱台南文旦评鉴比赛得定的，1万里来对，啊，所以在品质分级上，我们质量就好。那所以其实进消费者哈，就买顶级了嘛，就这哦。然后来我们这个包括我们这2路，也可以里面放一颗文旦，一颗这一罐这嘎钢片。哦，我知道。嘿，你当1万型价刚刚片了价，所以就是比较火现在的趋势。那当然农会嘛希望讲，我们这个改变，后来农民干嘛得讲，总算说因农会杀黑能力嘛真好，因又嘛好鼓励因嘛是来这能力来看卖，就是把消费咱的包装较多元的，然后它吸引较多元的消费者来买咱的物件，甚对咱的加工品，对咱的鲜果是真加分啦。那么咱当然知影吼，这文旦吼就是当做水果吃嘛哈，有时候当生菜沙拉哈，有时候我夹生菜沙拉，它也会放一些哦。是。那么除了这吼，当然咱伫个这个所在有做侪伊的加工品啊，是嘛，就今天这机会吼，给咱的乡亲朋友吼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那其实哈，我先讲，咱来讲我这个迄个麻农的黑豆酱油干柚香和风蘸酱，这个是阮打给你打上市。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故事性，是阮当地有一间加工厂，伊大概阮麻豆，它成立大概有半世纪，伊50档啊，就是盖在阮山块的骑脚踏车送回来，骑机车送，进开车送回，这是咱在地的老工厂，然后它用比较纯古法的方式来酿造，然后那豆也是咱麻豆在地的黑豆，然后我们就是由它来做，而且是纯古法酿造，而且爱酿造180天哟，不是调和的呀。那我们又用它的基底来做了一支柚香和风蘸酱，那这柚香和风蘸酱的是有柚香嘛，伊来对油啊吧。好，咱当然不是中秋节前食的油啊呀，咱一年四季今咱出来食沙拉，吼，咱想要食过油啊吧，而且果肉其实油啊吧会当促进肠胃蠕动，然后咱拿食沙一个蓝肉，像我最近那麻豆嘛是酪梨啊，我吃酪梨就这样生吃，加着这个就很美味，这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那当然咱都有讲到外规格外的较大果黑，其实配养分嘛是拢含维他命 C 蛮丰富的，所以其实我有做这个没有骗鹅。你是敢那油啊吧哈 ，OK 这果酱，那油啊配我改入青梅汁，通常人爱用一般是柠檬酸嘛，柠檬酸虽然是实用性，可咱对人体较不好，然后我们就坚持说一定要健康，所以我去找到一间，这是南投县农会加工，然后我改我的油配鹿野青梅汁，这款卖得很好，很抢手，一些小女生就还蛮喜欢这样的产品，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包装，那包括就是说。咱那迄个油啊衫嘛真好哦，像圆圆姐在那主持节目，咱恭维公布啊，来去含个这个，它这个是有那生津止渴，对啊，用那大料油啊哈，改也把 OK，讲咱一寡中药，譬如有蓝迄个川贝、枇杷之类的保护喉咙然后来一个塞回去9蒸9晒，所以其实这一款卖的不错，它是一种饲料。对，One Key 的香港食品展这款就很热销，香港人还爱这个产品。对，就是这一系列都是我们用我们比较大果的部分哈，看新长海宝来这家的延伸。其实这嘛是算讲吼，咱迄个农会吼，甲咱的这个幼农吼斗相共啦吼，因为给研发一寡吼新的这个副产品出来哈，那么他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就会提升啦哈。安尼对因来讲吼，这个就是因的迄个对赚的钱更加多，讲的就是较白的钱，然后给我收入。其实我感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是毋是甲咱的大粒的心脏，较心脏的大粒，咱拢起来做这加工的时阵，保证咱消费者买到咱的鲜果，是买到咱的老长的好的果，所以我感觉是咱一级果品嘛，质量提升啊，然后在2级的加工，我们也延伸到了，好，咱都要跟我讲到咱的园区做行销，所以我们一直来是用6级产的概念来带咱的产业，所以吼，咱就是吼改分级啦，较好的口感较好的，咱直接用就是水果酱嘛哈，如果它口感不好。那么，但是它营养价值还是在哈但是它的口感不好，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些副产品哈。那么，当讲的也营养，而且哈，
较别讲你在吃的时候口感不好，有的人就不想吃，或是说他卖的时候卖的不好哈。那么这嘛是讲哦，替咱的农民吼去增加伊的一个销售的关吼这个方法啦哈。那么就是讲咱农会啦吼，对着咱的这个文旦未来讲有什么新的规划？哦，当然是在文旦这一块，其实吼，咱嘛希望讲，第一个是讲，咱鼓励着咱农民吼，来引进各位刚性嘛，然后我希望他们农民的文旦可以是越种越好，然后卖出一个好价格。然后来咱的迄个嘛希望讲吼多元呐，因为你进油啊愈生愈多，其实我嘛希望讲刚元节讲一讲，咱来当这一寡外销啊，那一块也是我们在说，阮今年这日本的话，日本是20年来已经唔捌出到过啊，但是今年又开始来启动它，也希望就是说，阮伫阮农会一直讲诶，越在地越国际，希望会让咱的在地产品会当来国际化。这是阮真的做。是。那么就是讲，一般啦吼，农民啦吼，因咧买的时阵啊，有咱要透过很多的通路啦吼，菜市啊是水果摊啦，是讲吼伫网路啦吼。啊，听讲吼有人嘛直接去农会买的，啊，听讲咱的农会即嘛吼，佮甲装潢啊哦，那个好像是一个一个很漂亮的超市。是，以阮的超市吼，差不多成立28年啊，哦，一直都没有怎么改变。然后，阮今年1月18号就想讲。阮迄个所在较外环嘛，应该做我外地的生意。咱当初诶做诶，就是讲较袂咱在地诶居民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子对咱来讲，不是咱的优势啦。然后我在今年就把它改了，而且我觉得一次就要让它到位。我们让它就是比较日式的风格，比较喜欢那谁百货公司。也不知道这样一改之后，我觉得消费者还蛮喜欢我们那个超市，像阮开1月18开有搞经济怎么农游券啊，网络哦，听讲突然间人可以变就这，我们那个停车场爱开3个停车场，营业额变足管的，然后我有在现场稍微了解一下，人可以讲的是讲，全是你敢是有养网军啊？伊讲吼，咱来去迄网络问讲农游券去哪里买，讲全部照常甲你报讲爱去麻豆农会啊，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吼，就这样，因为而且我麻豆农会进那边就是讲，我希望带着咱家己加工品，带着农民的咱小农或者咱老农的一寡。小产品，一罐家己种的菜，啊，或者是做这所在去做这农会，弄做这真好加工品，我拢卖所有加工品，把它集结之后，大家来家卖出来寻宝嘞，来看起来当买的各地的产品，当买的各式各样小农民的特殊的迄个农作物，然后其实我感觉吼，我有一个较特别是。我有能做料理中岛，那料理中岛的话，我感觉好，我就加分的呢。迄个中岛阮随时会当开放吼，互咱的农民、小农、老农，伊家己种，譬如种小黄瓜，不，伊种迄芦笋，啊芦笋要哪料理，要哪食，恁伫迄料理台遐，阮就来开直播，现场人可以看好，阮主要一个当家，然后现场线上阮会当做行销推广，然后咱的农民有机会一个舞台互伊，啊，然后咱农民嘛有机会展现咱家己这个潮起的进步，和大家去欣赏咱的农会，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改变让我们为这个农作物把委员农会家己做加分的。其实咱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潮流，啊，即嘛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咧直播，咱嘛爱对人直播，啊，人用直播的方法来销售，咱嘛要用直播的方法去销售，而且我们卖的是最好的产品，因为咱有上盖好的品质伫后面当我们的这个背景嘛，所以咱卖出去的这个产品一定互咱的这个消费者是肯定的啦，那么咱今日就感谢咱麻豆农会这个总干事咱孙慈明总干事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麻豆这个文旦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乡亲点，我们下次见。